Chocolate latte, please enjoy。我叫彭佩英，我喺美國大學畢業之後就揾咗份工，係做建築設計師同埋畫則師，工作咗6年。之後呢，而家呢肺癌末期，我就即刻返香港照顧我爸爸。6年之後呢，佢就走咗啦。咁佢走咗之後，我就失眠啦，就瞓唔到咯。住宿舍嗰陣時，姑娘幫我響威爾斯330嗰度做學員咯，跟住就落咗英國3年做啦。咁我就收錢啦，然後後來就學自己三文治啦。之後呢，咁我表現好啦，咁就轉咗做職員。有時記得啲客中意飲啲咩咖啡咧，佢一埋嚟就撳機，呢啲客就攞到杯咖啡就好開心噶啦，話咁快嘅咁。沖咗一杯好嘅咖啡俾啲客飲，又滑又熱又香又有拉花，啲客又滿意又打卡，好有成功感咯。客人咧佢哋都會都好 social 咯，同我會講下每日會做啲咩會做啲乜嘢啊？有咩？譬如我中意做十字繡嘅，咁佢哋就會同我傾偈，關於十字繡嘅嘢咯。最近個客織嗰啲 BB 被啊，佢係外國人嚟嘅，咁我哋英文交流咯。咁係咯，佢好多時都會主動嚟問我，你十字繡做成點啊？亦都能夠快速融入到我哋嘅佢哋同埋文化。今次攞咗呢個飛躍進步獎，我好開心。多勞多得，努力加油！我個侄女彭佩英佢攞到呢個飛躍進步獎咧，我好開心。咁我亦都好鼓勵佢繼續努力，快啲考到嘅咖啡師牌。